喺2023年9月8號清晨，筲箕灣耀東村耀興道對上一幅天然山坡發生山泥傾瀉，冧下超過4000立方米泥石，導致耀興道全線封閉，幸好未有造成人命傷亡。土力工程處調查發現，極端暴雨期間，大量雨水滲入該天然山坡，附近泛濫嘅溪流亦將大量雨水喺短時間內湧入山體，令土層水壓上升，最終導致山泥傾瀉。嗰日咧，我真係嚇死我啊！突然之間，砰一聲巨響，原來係山泥傾瀉喎，好多大石頭同埋嗰啲泥沙全部沖晒落嚟，沖到嗰條馬路同埋籃球場。土力工程處提供全年24小時嘅緊急服務，喺發生山泥傾瀉而有危險嘅時候，我哋就會派出專業嘅土力工程師視察山泥傾瀉嘅現場，並會就住係咪需要封路、撤離居民同埋緊急斜坡維修嘅工程，提供岩土工程嘅專業意見。耀興道嘅山泥傾瀉發生喺離地大約100米嘅陡峭山坡，加上有唔少大石同沙泥積喺斜坡上面，要派人手到現場視察有相當嘅危險，所以我哋利用無人機配合遙感探測技術，例如空載激光掃描，去搜集天然山坡同山泥傾瀉現場嘅空間數據，更有效率咁評估山泥傾瀉災後嘅風險，幫助決定需要採取嘅應變行動，以及所需嘅斜坡緊急工程。山泥傾瀉喺天然山坡嘅高處發生，現場殘留咗巨石同埋大量嘅碎屑需要處理，但係周圍並無道路可以運送機械去到理想嘅位置施工，所以工程嘅難度同埋危險性都係相當高嘅。為此，土力工程處一直與路政署緊密聯繫同協調，制定有關嘅緊急復修工程方案。工程分3個階段進行，首階段包括清理路面上面嘅泥石，繼而喺適當嘅位置架設貨櫃作阻隔及保護屏障，以防止鬆脱石塊下墮至附近嘅設施造成意外。有關工作已經喺2023年12月完成。第2階段嘅工程包括使用大型嘅吊運機械，盡量將斜坡面嘅碎石移除，然後用噴漿混凝土穩固山坡上邊嘅山泥傾瀉殘痕同埋未能夠被移除嘅泥石，再喺有需要嘅部分加裝金屬護網覆蓋，同時建造混凝土扶牆及岩釘，以鞏固山坡頂上面嘅巨石。耀興道亦都已經喺2024年嘅6月底全線重開。餘下第3階段會由土力工程處進行長遠防治山泥傾瀉工程，以進一步長遠鞏固山坡。土力工程處能夠迅速應對耀興道嘅山泥傾瀉風險，同埋係同路政處緊密合作，令到耀興道得以盡快重開。土力工程處運用咗專業嘅岩土工程知識，完成咗耀興道嘅緊急修復工程，盡最大嘅努力開通我哋身後嘅耀興道，令到啲居民咧可以回復正常嘅生活。好開心耀興道行車線能夠全線開通啦，居民生活回復咗正常。好多謝土力工程處嘅專業同埋努力，能夠守護我哋香港斜坡嘅安全，令到我哋能夠安居樂業。雖然山泥傾瀉帶嚟咗破壞，切斷咗道路，好似令人變得疏離同埋孤立無援，但係土力工程處嘅迅速應對同埋社會各方面嘅配合，為社區帶嚟咗人情嘅溫暖、復甦嘅希望同埋更安全嘅未來。與天災角力，齊心建溫暖。